大家好，咱继续来读台文通信创刊号第二页。你敢知？这篇是编辑部所写。台文习作会的成立经过，一当前，洛杉矶地区有几位同乡学习台语电脑了后，对台文写作发生兴趣。因每个月第四礼拜二暗时组织来学罗马字，佮互相交换台文写作的心得。想袂到人数煞愈来愈多，就决定成立台文习作会。台文习作会的宗旨，成立台文写作会的目的，是要鼓励无共款行业的人用台文来介绍因个人的专业，互台湾话文会当对着台湾社会文明进步的脚步。第二个目的是要推广台文电脑，促进台湾文理的普及化。这是1991年的代志，30多年前啊吼。台文习作会的活动，阮每个月上少组织一次。到目前为止，已经有7次的聚会。聚会内容分做：一、学习罗马字、台语电脑；二、分享会友创作的台语文章、诗歌；三、欣赏台语文学。目前在读可爱的兽人。阮台文习作会的会友有牧师、工程师、老师、生理人，各种无共款行业的人，大家按因的背景来写台文，互相修改、互相学习。另外，阮也写批鼓励台文作家甲推广台湾语文的团体，希望安尼做，会当促进各台文团体的互相联。这里等查一下下面来读。加速台文标准化的过程，阮捌主动写批联络过交代台联社、台湾文艺、汉字诗社、教会公报、自立台语点心档的吴秀丽、北美台湾人文艺协会的吴明祥、红溪文化协会等等，阮也有在计划甲夏威夷大学的东亚语文学系的台语研究计划合作，每一个月发行一期台文通信。我来查一下这个字吼，携带这个携字吼，看边来读，携带吼。这个汉字呢，伫台语的读法是下甲官，可能这个官字是白话音啦，吼，白话音就是寒气、寒水、寒花，倒寒、无寒、落啊寒，吼，就是做动词的时阵是寒气、寒花、寒水嘛，吼。啊，做名词就是迄个你寒用来寒迄个大啦，或者是迄支耳关吼，叫做寒。但是伫遮呢，联系吼，伫遮即个台湾通信用的即个联系，应该是读做系吼，就是相反，就是有摕寒看吼。提、塔、踢、寒的意思吼。三时离开吼，嘛会当叫做下。
联系，咱来看一下大理大书店的这个有收到这里无吼？大理大书店敢若收讲，伊是一个用来做利息、做事用的吼，系出台语。出台语就是各种字典、书店的一个集合啦吼。咁字典、大理大书店咱读看过吼。教育部是系安尼，OK，系，所以联系吼。希望安尼做会当促进各大文团体互相联系。大文通信的目的，大文通信的目的伫发刊书内面已经有讲起。较具体来讲，大文通信的目的有：一、提悬台湾人用台语思考的能力；二、提升台湾人对台文的写甲阅读的能力；三、提倡大众传播媒体使用台文的风气；四、促成台文工作者的联系甲分工合作。安尼吼，这有一寡事，我等下爱，我等下要来打起这个 YouTube 吼，所以我这寡记得爱小留落来一下。还是我拄则应该甲 pause 一下对。啊，个系，咱拄则读到即个一寡一寡汉字，都爱小来看一下吼。一读，应该是一读吼，看这。一读吼，一本字是读做一吼，一读。或者这个大理大书店诶，写进汉字无？会光，会蓝，会冰，会绿，会绿吼。我应该先来看这个读字吼，读读吼，刀甲刀，刀就是古刀啦吼，古刀就是即个较早咱伫个，毋是较早啦，咱伫定来用即个刀号吼，即个刀点吼，就是即个刀哩吼，古刀。刀刀我就毋捌学过吼，刀
看一下这个大理大书店有收这个汉字无？豆读有音读吼，啊个读字应该嘛有吼，但是读吼，读字是这个文言音啦吼，读册音，所以这里。所以这里会读吼，读做会读，会读嘛使吼。人对台文的写甲会读的能力，过来是提强还是强？你来查一下吼。强，提强，提强啊！我遮台你大书店有收这里无？台语干你店强，还是强哦？强还是强？提强？强，带头做头哦，引头引带头人，唱手，唱是唱曲的查某人，引诱妓女，引诱妓女，争气的人哦，或者是带头，拢叫做唱。提倡大众传播媒体使用台文的风气。好，咱继续讨论台文通信的内容。阮计划每个月发行一期，每一期8页，分做习作、园地、新文化、文学创作、台语文化、宗教、现代科技、语文动态、台文信箱等大类。台文通信的发行办法。北美部分，阮准备第一期印3000份，免费送予参加各地区台湾人夏令营的同乡。第二期以后，阮希望会当免费寄500份，予对学习台文有趣味的同乡。想要收到本通信的人，请写批来讨。台文通信的文章欢迎各媒体转载。有意配合的媒体，请征求本通信总编辑的同意。阮也鼓励读者复印、fax 本通信的文章予亲戚朋友，发挥小众传播的功能。台湾部分，阮希望会当有推广台湾语文的团体替阮发行，免费寄予各报社记者、作家、老师等。台湾发行的经费由台湾负责。台文通信的预算，阮估计每出版一期台文通信要用100点钟的时间，无包括写作时间，其中编辑、财务、公关等50点钟是义工，美工发行、寄发等50点钟，每一点钟7.5块，加上印刷、邮票等，每一期要用800块左右，一年要用美金1000块。阮歹势，一年要用美金1万块。阮将这1万块分做100单位，每一单位100块。对台语的保存甲复兴有负担的同乡，会当照家己的经济能力来录捐1单位、5单位，也是10单位。需要 tax credit 的同乡支票会当开予 University of Hawaii Foundation。支票请寄 Taiwanese Writing Forum 2215 South Vermont Avenue。
Torrance，CA 90502。好，咱读到这。